敬拜，请奏乐。我靠耶和华的人，亲像永远徛在未摇绝的锡安山，正山包围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，对这点到永远。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47首，请咱吟全首，请起立来吟。多谢行，多正了体，以归天东，谦卑的光世。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啊，请互阮的囝儿有够坚强，来互伊伫软弱惊吓的时，有够勇气来坚强家己，互伊学习谦卑无骄傲。请互阮的囝儿会用行动代替空思妄想，互伊来认捌上帝，也认捌家己。来成做知识的根基，阮恳求，莫互伊安逸顺利，互伊遭有困难，接受挑战甲磨练，互伊学习伫风雨中徛起来，也互伊有怜悯、同情失败的人。请互阮的囝儿内心纯洁，目光远大。互伊要指挥别人进前，也学会晓管理家己，对未来有愿望，但是袂会将过去来放袂记。阮犹原要祈求上帝，赐予伊成做一个有趣味的人。虽望家己有可能上严肃，但是嘛袂伤过紧。
赐予伊谦卑、时刻会记你真正伟大的上帝，是智慧甲力量的总根源。然后做爸母的阮，才敢轻声细语的讲：这世人无有白走咯。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祈祷，也是阮做人爸母的祈祷。求天父帮助阮每一个属主的家庭，成做互人欣赏的好见证，来荣光上帝。亲像主祷文的教师安尼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灵教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刷接信仰告白，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搁活。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启应，今日是启应文32篇，启应文32篇嘛是诗篇130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各位兄弟大家来用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恩求救你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总是你会赦免人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！就仰望上主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第一位，头一位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41节到51节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是对天降落的饼”，就咬咬念伊，讲：“这个敢毋是约瑟的囝耶稣吗？伊的爸母是咱所捌的。当怎样讲？我是对天降落啊！”耶稣应讲：“恁无得安尼咬咬念。若毋是找我的爸引带伊，就无人会就近我。就近我的，我伫末日要互伊告我。伫遮个先知有记载讲，因拢要互上帝教因。既若对爸听见来学的人，就近我。伫遮个先知有记载讲，因对是的，这毋是讲有人捌看见爸，只有对上帝来的，伊捌看见爸。我实实甲恁讲，信的人有永活。我是活命的饼。恁的祖伫旷野食玛纳，因也死。这个就是对天降落的饼，互人食也袂死。我是活的饼，对天降落的，人若食这个饼，就活到永世代。搁我所要互人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为着世间的活命，才想事的。第二个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24节。
穿遐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，所以着拄去白贼，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，因为咱三角做体，恁受气着毋通犯罪，有结受气毋通到日落，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。偷摕的无得阁偷摕，宁可着活，亲手做好的工，才有通分互欠缺的人。恁的喙毋通讲出垃圾的话，独独着讲好话，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伊，互听的人得到恩典，也无得互上帝的圣神忧闷，就是所捌用来砍因恁，到伫赎回的日下，一切的苦毒、怨愤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，以及一切的恶毒，拢着对恁中间除去。各用仁慈相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相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着学上帝，也着行着仁爱，亲像基督捌疼恁，替咱献家己做礼物，做祭祀，芳芳伫上帝的面前。煞接，咱要请爱家团契诗班来献诗。因今仔日咧要献的诗歌有2首：老爸的祈祷，我的家要荣耀主。主啊，教是我的囝儿，伫软弱的时坚强无比，伫惊吓的时会勇敢坚持，伫失败中也拢无失志。主啊，教是我的囝儿，互伊信靠你，学习谦卑，互伊认捌你，也认捌家己。这是一切财物的开始。是我。
真多谢爱家团结诗班水的歌声献予咱天父，将一切荣耀归伫咱的天父，咱的主。煞接，咱要请本堂科牧师来证道，伊今仔日的题目是生命的人。感谢天父上帝，对人的角度来看，真侪时阵，咱会讲啊，拄好。我想这项代志，咱会当体会。即句话的意思是讲，啊，拄碰到这项代志啊，拄好，这是咱的经验。毋过，咱踮伫咧即个信仰的大家庭，愈来愈明白天父上帝的时阵，对天父上帝的眼光，看倒转来，咱家己生活的每一项事，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的时，你会发现，这有上帝的时间，有上帝伊特别要向咱讲话，所以咱会体会希伯来人书第1章第11开始讲啥？伊咧讲上帝在早用随便各种的方法，甲咱的列祖讲话，到今仔日通过伊家己的独生囝向咱讲话。上帝多次多方借着先知向列祖讲话，今天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要跟我们启示，到底上帝要甲咱讲什么话？啊，你就爱踮咧日常生活中间的细项代志来体会。敢若亲像讲，你会记得顶一届，你若是拢有逐礼拜来做礼拜时阵，5月第2礼拜来遮做礼拜，迄天是啥？什么日子？母亲节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啊，一日久啊，对5月到8月，吼，咱母亲节礼拜煞袂用个聚会啊，啊，开始会当聚会，虽然讲顶礼拜解封，毋过咱感谢上帝，互咱用爸爸节，也是讲咱讲父亲节、爱家主日，咱三甲同齐伫天父上帝家。虽然线顶还佫有真侪兄弟姊妹。无来甲教会，毋过，互咱更较深体会，无论是做老母的、做老爸，咱拢要体会天父上帝，敢若亲像4大人共款，敢若亲像阿爹阿娘共款，伫疼惜、伫因带保守咱。所以，咱即几工踮咧台北，虽然有经历一寡的风雨，但是咱知影伫南部。伫过去即几工实在是真大的挑战。2009年，莫拉克伊的方向遐尼长，你若看即条线，要讲的是要甲咱讲，即个风台伊的时间性有真长。有的风台本来叫低气压，形成风台了，1礼拜、2礼拜，佫降落去低气压。敢若亲像即届经过咱的，对无？咱已经甲讲做是低气压，啊，佫有讲是风台，其实伊的寿命无几工。但是你看莫拉克这圆壳啊，你就知影12年前，即个莫拉克吼，伊的寿命偌长。进入台湾的时阵是蓝色的，是伫个2009年8月初7、初8、初9是礼拜日。2009年的礼拜日初9，母亲节是拜6，所以迄个拜6大风雨，足侪本来想要家庭做阵聚餐的，嘛拢取消，尤其是南部。莫拉克即届的风灾，伫台湾是8.7水灾了921地动以外，死上侪人的一届风台，680个，超过680。咱知影小林村。就真侪人按过身，所以已经经过12年咯。即几工，佫互咱经历到的同款是即摆的水灾。咱踮伫个无林的东盘教会、姊妹教会、无林教会哦，因为拜5都不只侪兄弟姊妹厝啊水安尼冲入来，昨佫较是厉害吼。所以求主怜悯咱，因为咱是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，望。买当通过咱的关心，咱最近的彼此的大祷。后礼拜8月15是咱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的纪念日、奉献主日。
咱伫后礼拜，咱也特别要为着遮个需要、遮个灾情来关心、来奉献。真奇妙的事，有当时啊对人世间看风台无好，毋过咱拄好讲过，咱都要个倒转来对天父上帝角度来看遮一切。顶礼拜煞有人咧问我讲，牧师你3项佫讲一摆，讲到伤紧地去啊！我讲啊，你无倒转去看龙影大。咱相信上帝是听，咱相信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咱相信上帝是智慧的上帝，伊是智慧的源头。所以咱相信上帝听你我，听世间，听伊所创造的一切。咱相信上帝是圣洁，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言行举止，咱毋望会堪得称作上帝囝儿。所以咱用纯洁的生活，咱的行事为人，咱的所做代志，咱的事情来回应伊。顶礼拜有一个兄弟讲，请大家为伊祈祷。8月初1，伊互人调去另外一个学校。伊本来伫即个学校服务真久，8月初1调去迄个所在。线顶大岛的时阵，伊请大家为伊祈祷。因为为什么调去？咱一听原来是校长邀请伊去，用咱的常识，用我的常识讲，马上有另外一人讲，你是伫做总务主任者？咱知影校长调，一般有2个人可能伊会请因做进来，一个是过继，一个是总务主任。但是用人不疑呀。什么款人是我会当信任的？尤其是总务主任。学校要建设啥？学校要讲调啥？要采讲要创啥？总务主任就爱校长信得过，安尼交代互你，我都免踮咧遐个烦恼。伊所以讲，所以请大家为祈祷。一个基督徒要安怎互你的主管会信任的，就是伫即项。伊知影你做采讲、做总务、做遮个所过去，遮个代志太重要，对任何一个单位来讲。所以，迄个校长4年、8年一到换位，伊就邀请伊讲：你要最近来无？来做总务主任。过去毋是做总务主任，但是因为同事的关系，知影你即个老师，我不管你是基督徒安怎，毋过，互我看到是我会当信任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行事为人，互人看到咱是天顶上帝的囝儿。用咱即款的行为、纯洁的行为来回应上帝的圣洁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掌管一切啊！我相信上帝是听，我相信圣洁的上帝掌管每项事。所以那年我做代志，更较就爱回应伊啊！若无，我就是离开伊的掌管，伊就甲我无关系咯，我就甲伊无关系。第3项，上帝是智慧的源头。上帝是智慧的源头，所以伫咱生活中间的每一项事，咱相信伊的智慧，互万项事三合来，要互听上帝的人，都是伊所有先备办的，拢得到利益。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，就是他所预备的，得着利益。相信上帝智慧掌管一切，互万项事三合来的时阵，那呢，咱碰到困难，碰到无合我心意的事，我都会当平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影上帝会互万项事三合来，有风台，有地动，有遮个艰苦心的代志。不过伫祈祷的中间，主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互遮个事真正做操练人的心。互人会当更较明白主，甲主相亲近，才会功课。通过这事，上帝伫咱讲话啊，但是咱听得偌济，对人类讲话，嘛对你我个人，你所讲的小事，其实是上帝伫你讲话啊，你会当去听到伊的声无？通过即届咱当心的祈祷，恳求主，毋但干那看过怜悯。伫咧中南部遮个灾害所在，嘛怜悯咱，互咱会当更较亲像伊的囝儿的款式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2段经文，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饼，
伫约翰6章35节，每一摆圣餐，咱拢会去听到即句话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为着恁牺牲的，为着恁付出代价，互咱的空虚的心、夭餓的靈會當得到飽足。這是耶穌嚟講的。所以到第51節，咱拄仔所讀的聖經的是講，恁有食地面上，祖先食地面上的麻啦，逐工枵，逐工愛去摕，這要緊。所以咱的主禱文嘛安尼講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這是要緊。但是主耶穌講，佫有天頂降落來的活命的美牛，就是耶穌基督。伊講用我的肉，表示講伊要付出代價。要犧牲，這是咱看到伊對咱的疼。但是咱咧講，咱要對伊的回應的時陣，保羅佇即個以弗所書第4章，咱也對23節開始咧講，佇咱的心靈頂頭，心志換新，穿一個新的我，迄個新的我，就是上帝的形象，穿喺咱的身軀頂。然後穿即個上帝的形象的時陣，主日學的時陣，咱背金句，你會記得無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。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間，你就會常常思考一項，唔通互魔鬼撒旦有碰有機會，用安尼來回應上帝伊的形象，伊的疼，創造咱，互咱成新的人。所以才講到真濟唔通做的代志，這是真具體。提醒咱到上路尾，佫甲咱提醒，到第5章第1節、第2節，因為咱既然是上帝的囝兒，因為主愛咱誠做伊的囝兒，佫倒轉來咱拄仔咧講的，我相信迄3項哦。那安尼日常生活的中間用疼來行踏，親像基督疼咱同款。這段經文伫今仔日，咱咧講家庭，講愛家，咱更較深的體會。家庭的定義一直變。這幾年踮佇咱樹林教會，雖然我已經感覺講哇變足緊啦，今年可能唔免閣講，但是2021比2020，你會發現調整都更較緊。家庭的模式，家庭的組合。尤其是南北走、國內外走，雖然舊年甲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受限制，不過迄個家庭的定義實在是變甲真緊。做事大人的這個角色袂改變。當嬰仔出世，這句話講嬰仔出世的時陣，我就做老爸啊，啊，不過要做阿爸較困難。用台語講無共款吼，父親。跟阿爸真正無共，你的囡仔若叫你阿爸，迄款的親密感，你是甲伊做陣拍球，做陣咧6歲6月中間大漢，你會甲陪伴伊，毋是對伊來講，干那時間到，零用錢匯入來我的戶頭，毋是即款的角色來爾，是佇生活中間會陪伴伊，做陣面對困難，做陣流目屎，伊知影有代志甲你講了後，伊就放心啊。因為阿爸會協助我，無論拄到什麼款代志，阿爸無法度代替我，親像這個老爸舉雨傘，為着伊的細囝，有一寡代志，這個老爸老母愛知。這個嬰仔一直抱到遮大漢，看起來結果是敢若親像讀幼新共款嘛，對無？你看伊個書包，迄應該是幼稚園的。迄個時陣落大雨，你甲抱起來，一支雨傘都有夠2個人抓好，對無？為什麼要安尼？家己啊，結果家己在淋雨。咱也愈看愈體會，做爸母做事大人，當嬰仔兼大漢，有一日你愛互伊家己行，你愛互伊家己派伊的擔，你愛互伊派伊家己的書包，面對伊的人生。啊，毋過。做爸母的，咱會盡咱所努力的抓風抓雨的雨傘，是咱所建立起來的家庭。咱為着伊，通好互伊來行這站路。當這個雨傘無夠大，也是講另外一款角色的功能愛發生的時，咱家己淋雨。咱家己做事大人的，咱淋雨。
但是咱嘛要互伊家己行，因为伊若无家己行，若讲碰到雨，就是我甲抱，两个人拢密伫咧即个雨伞下面，伊就好啊。安尼永远都无法度家己行，普拢是行无当作行，碰到风台、碰到地动、碰到挑战的时阵，迄个才是伊的路，才是伊爱去面对。所以即句话才会安尼讲：为父容易，做爹难呐。好，要做 father mother， 你若生出来咱就是啊。但是要做阿爸阿母，哇，这是大功课。所以伫咧父亲节的时阵，咱除了讲爸爸快乐，咱嘛让妈妈共款，爸母两个即个拢会当经历即款的功课。所以咱要看一段爱家伊的底片，通互咱3甲08咱树林教会的爱家团契。来，咱请看这段。放手，孩子们总是在心里对着父母呐喊。我长大了，请放手吧。我是觉得说，为人父母心，其实最重要是小孩子健康，他能够健康长大，是我们父母亲最希望乐意见到的。会担心自己的不完美的教养会不会让他们以后有一些伤害啊，有阴影啊，影响他们自己未来的成长。那这个担忧不会从妈妈的角色离开，就算他以后更年长，我还是会担忧这样。阿爸阿母，恁的疼甲烦恼，我拢藏伫心内。自我细汉烦恼甲大汉，烦恼我衫裤袂合舒，无爽快；烦恼我伫学校拄着妖魔鬼怪；烦恼我大汉出社会找无好头家；烦恼我求真情无顺时。有苦讲袂出来，感谢恁遮尔疼我，感谢主，互我成做恁的囝儿，嘛请恁将遮的烦恼交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安尼讲。因为恁是我疼的囝，我欢喜恁，我用永远的疼来疼恁。我的话引带恁行过死命山谷，我的话也是恁脚前的灯，路前的光。草为巴。花为蛇，独独我的话的确永远伫咧。恁既然着我担当大，着照顾我，我要互恁安乐，我绝对袂放弃恁，因为我甲恁同在。阿爸阿母，请恁放心，无论我去到倒位，主拢甲我伫伫。我的囝儿啊，无论你去到倒位，拢爱会记你，爱转来即个家。青年人，青这叫做梗啊，爱到登来这个家，爱家，要回来这个家，爱家团契，所以这嘛是爱家团契。伫今仔日这个时刻，欢迎兄弟姊妹，逐礼拜下晡1点，踮伫个教会爱家团契聚会拄啊，真侪同工同伴伫这个所在服侍。其实对伫家庭的经营有真侪心情啦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同款。句话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毋过，若有上帝这本活命的话圣经，成做咱家庭的基础的时，咱要经历到，毋是靠咱家己，敢若亲像咱的主耶稣，伊踮咧人生同艰难、同大挑战的时阵，伊嘛会叫阿爸祈祷。天父上帝来祈祷，所以你的四周围可能同亲密的人，佫毋知影你所面对的艰难，踮咧遐咧困。你的对敌已经远远来，想尽办法要来计算，要来甲你掠。无论是生理上的代志，还是厝边袂好势，你的对敌远远来，已经摕起拿着火把，准备要来甲你掠。咱的人生中间有这款的艰难、夭饿、欠客，天父上帝是咱的阿爸母，是咱的是大人。这款的亲密关系，要互咱知，咱会当来挖靠伊。所以伫过去这3个月，咱常常咧祈祷讲，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
毋过亚利比哀歌第3章，咱顶礼拜嘛有读，咱最近过来读一解来。我的心倒转想即个事，所以我有仰望。我无抵到灭无，是对耶和华遮的慈爱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，主的仁爱逐早起换新，你的诚实极其扩大。我的心啊，也好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咱的心咧讲，咱的心嘛踮喺遐咧祈祷。耶和华是咱的基业，咱的产业，是咱的福气，我的福分。所以咱的心要仰望主上帝。所以咱伫过去这2-3个月拄开始5月、6月的时阵，咱线顶有足侪小组咧祈祷、代祷的时阵，常常听到兄弟姊妹讲：啊，这个疫情会当紧过去，通好恢复正常生活。但是咱踮咧线顶，大家咧学习的，到7月开始的时阵，这个祈祷已经无共啊。我较少听到兄弟姊妹代祷讲啊，求上帝，互这个疫情赶紧过，通互咱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也就是讲，咱已经知影，咱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活，后疫情时代。后疫情时代就敢若亲像咱古早咧讲的，讲现代主义行到一个程度叫后现代主义，现代化未改变，动袂掉啊！这台车，这个世界的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没办法刹车，没办法 U-turn， 所以进入后现代主义，要去解构，要去偷现代主义的一寡束缚。后疫情时期嘛同款。疫情这款的情形，咱3个月前就听到医生甲咱讲，这会敢若亲像流行性感冒同款，对无？可能逐年你拢着爱注疫苗，会变做流行性感冒。啊，这款的后疫情的时期，哪里伊就是倒转来，那疫情的中间，这些疫情的中间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要安怎去调整？要安怎去超越？有一个新的学习。所以，哪里正常的生活？这3个月下班了无所在去，敢若用返去厝诶食饭，毋是亲像以前安尼叫正常吗？下班了哇，同事招去食饭，去拍不坐一个，还是去飙车吼，去山顶夜游，这叫正常吗？还是下班了倒转来厝诶食饭，这叫正常吗？倒一款是正常诶生活，爱定心去定义。教会生活嘛同款。大家踮咧线顶聚会，袂当实体，安尼叫做无正常的聚会吗？还是应该拢都爱看到人，才叫做正常？还是所谓的正常的范围搁较宽？其实咱踮咧了解一项，灵性的生活，咱已经袂搁祈祷讲哦，互阮恢复以前啊。颠倒是通过线顶活动等等，亲像我拄仔咧讲的，8月初1就任。学校总务主任、迄个老师、迄个同伴，咱的兄弟提出来代祷，互伊会当搁较坚定，知影毋是家己一个人去做即个学校的总务主任，毋是校长挺他，是有遮侪兄弟姊妹为伊祈祷。所以伫即款线顶的聚会，过去这3个月，你领受到啥？有一个坐半票的姊妹，伊伫个6月底伫分享的时候，伊讲刚抄一节金句吼，伊发现无够，因为伊愈来愈体会夜笔写已经坐半票啊吼，足久无咧写字啊。最近写字是咧写啥？伊讲最近吼写字是咧签名啦。什么意思？咱5月开始去较多拢爱签名，因为迄 QR code 较因着对袂好势，所以吼5月开始哇。以前吼签名毋捌签遐侪，即摆去较多，逐位都爱签名、喷酒精签名、喷酒精安尼。但是伊讲，伊到6月抄金句的时阵，发现抄金句一句无够，所以伊对6月开始，咱即摆读倒位？医世界书，伊逐工都甲医世界规箱抄起来，佮翕相互我看吼。我讲哦厉害，伊的查某囝买几支原子笔互伊，咱线顶听到人会记，伊讲买几支。查某囝一摆买30支原子笔互伊，
看妈妈逐工安尼操，几工就操一支，所以一摆吼就去买30支，吼妈妈讲你慢慢啊操吼，慢慢啊操，因为在操金句的中间，在操上帝话中间，搁较敏感到上帝在甲伊讲啥。这是咱伫线顶头咧讲的，什么叫做正常的生活？这个都要倒转来一个天父上帝。如果咱相信伊创造，咱相信伊的智慧，相信伊是圣洁的上帝时，伊伫咱规个受造的宇宙中间有一个定着恒定性。台语吼真学着翻译，我讲是伊一个心意的定着，它的定义或者它的命定，伊定着好势。这个人伊定着好势，内在甲外在的互动，这个宇宙又定着好势，同明显的就是水。这个生命需要水，咱常常讲，这个人缩的有2%偌侪是水。那老师安怎甲因讲？国中的老师讲哦，你这个60 kg， 实际上水占偌侪？我会记得2/3啊，吼，意思是讲，你拢甲缩起来吼，缩大去，其实。敢若剩20 kg， 剩的40 kg 拢是水分啦。所以水要怎保持平衡，就是这个上帝定着，敢若像咱的冷气机，咱定着28度，伊若这个室内到28度半29度，伊就负向回应 feedback 提醒迄个发电的发动，你就爱互温度降落来。降到27度半啊。27度，伊就停啊，伊袂继续降，免得伤冷。这就是保持一个定着恒定性。人就是伫即款的上帝创造的定着的中间，咱才有遐尼侪足侪无共的发明。毋过，即个定着需要沟通甲控制，就会当互即个系统家己调整、自我调整。所以，咱的身体调整较遐好势，就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恒定。这个肉体，那呢？上帝伫你灵性的生命，嘛有一个定着，有一个爱电路园范围的定着。你有照这个爱电路园上帝心意、灵性，甲上帝对话无？还是会互边仔迄尾蛇，甲你小咬一个，我可能跳出去这个定着。所以伫正常的生活，过去这3个月。真侪兄弟姊妹经验，上帝无改变的疼，但是伫无共款的处境，伊变来变去，不变的爱需要表现常常的改变。咱对咱的囡仔疼嘛共款啦，你囡仔日表现甲咱共款，囡仔连伊都袂感受到咱的疼，真趣味吼！别人对你的好，过一礼拜你就感觉理所当然，你袂感觉迄是疼。人遮尔软弱。人对咱好，咱甲当作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敢若像咧做兵的，常常去互班长骂，给你方便你当随便。有影呢，听咱的人，互咱方便，叫做咱当作随便。这个上帝不变，伊咧讲不变就定着恒定的爱，互咱会当三甲来领受。无论是伫罗马书第1章20节。咱咧讲上帝创造万物，还是马太第5章18节，主耶稣咧讲天拢会废无，独上帝话律法拢袂废无，要得到成全，要得到成全。这是咱所讲的上帝定着。所以过去这3礼拜，你有体会到这无？实体甲线顶的整合。你若是会当伫线顶经验到实在的联拔亲密，伫个实体中间，嘛会经验到心灵诚实，看起来敢若是虚的，甲上帝的敬拜。这是咱伫这3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功课。咱的学几学校，咱的福音队，一个拢爱停，袂当实体。若无7月中，咱本来伫个遮有一个。科学营，咱7月底到8月初，本来要去马远伫花莲，一个布农族的教会。8月日要去茂林，即摆嘛袂当个啊，茂林，遮个福音队拢袂当去。
不过青年人实在是真厉害，伊连续3礼拜的拜六暗7点到9点半，2点半钟，我想哪有可能遐久？哇！伫线顶30-40个，咱树林教会10几个吼，啊含马湾遐，因20-30个，安尼踮咧线顶用 Google Meet， 会当敬拜吟诗学乐，会当破冰耍游戏，会当分组讨论，会当有主题演讲，吼，佫有专题的演讲，啊，佫会当互相带导，踮咧 Google Meet 安尼进行。我踮咧办公室听因。伫咧办公室内面，敢若3个人，那主播组吼，就咧播送这些。啊，咱家己的树林，大家踮咧家己的厝诶，马湾花莲遐伫因家己的厝，安尼通过这线顶，咱会当看见天父上帝伊的定调恒定性。其实他不会受这些影响，伊互咱有缘伫伊的心意中间，亲像咱拄仔所看圣经，会当了解看到上帝心意。伊伫咱中间所行的都要被成全，所以咱即款镜头看真济吼 ，Google Meet 啊是讲线顶的会议，人佫较济，嘛会当规个拢甲翕起来吼。啊踮咧礼拜堂看到无超过5个，过去这3个月咱看到踮咧拜堂你看到无超过5个，但是虚实整合，互咱经验天父上帝用各种的方法要养起咱，互咱的心灵得到饱。互咱的性命袂孤单，无惊吓，所以耶稣在安尼讲伊是活命的饼。伫咧约翰6章35节安尼讲，诗篇78篇25节，咱看知识的台语最近来读来，人食大官人的会食米，伊享受美牛，互因饱足。最死的人。在讲到因踮咧旷野迄段时间，即个大官灵的，就咧讲到耶和华上帝，通过逐日的玛纳，互因得到食饱。耶利米15章16节，知识者安尼讲来，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我得到你的话，就食伊，你的话，伫我是做我心内的欢喜快乐。人有肉体的性命，有灵魂的性命。人的食物嘛，着按2款，有肉体的食物，有灵魂的食物。你是毋是这2项拢有得到饱足？主耶稣是活命的美牛，伊毋那干那互咱的日常生活，亲像基督文讲的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伊嘛要甲咱讲，咱灵魂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所以。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叫做后疫情的时期，亲像咱拄仔所读，以弗所书提醒咱的日常生活，咱过来读一解，即节来也着行伫仁爱，亲像基督捌听恁，替咱献家己做礼物，做祭司，芳芳伫上帝面前。基督听咱，所以咱伫日常生活，伫仁爱，吼，行伫仁爱，通来回应伊的听。即个中间，咱会去体会经验，啦，耶稣基督是咱活命的美牛，咱嘛要诚做即个世代，无论是风台地动，还是疫情的影响，互人心惊吓、夭饿的时阵，咱的见证嘛要诚做因。得到饱，得到安心，得到愿望的一个溃烂，所以咱会当深深体会上帝恩典遐尼大，敢若亲像圣诗315首，伫即个所在，虽然疫情遐尼艰难，活动行动受限制，毋过咱会当最近来看圣诗315首，即首的中间。要甲咱讲到天父的恩典，咱请起立，最近来念2解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伊日地引带，无论风冷也平静，伊路
着饮食，好天地隆重三角欢喜。天地稳定真正大，天地地因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做伴。咱着生肖伊的运，一定有出。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你的较因错，互咱稳定拢无散，对咱的心肝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路开声吟诗，好天地隆重三角欢喜。同心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，阮学路的时，阮的心看，阮的目睭嘛咧金，看到上帝你奇妙的心意。极大的疼，恳求圣神帮助我，会当常常吟诗学老主，感谢你的恩典极其大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我来成所有需要的祭司，互阮的灵魂，互阮的性命得到保障。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，请坐。请咱备办心来奉献，奉献的时，请咱吟奉献的诗歌，献做外济，我的钱银献予你。请坐。接着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
我读一摆，咱来读2摆啊。约翰福音第6章35节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受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”来，咱读2摆。约翰福音第6章35节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受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”约翰福音第6章35节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受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”愿上帝的话刻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咱今仔日毋知有第1摆来参加咱的敬拜无？若无，咱来关心教会事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欢迎兄弟姊妹以行动支持，而且参与本会各项事工。7月17号到18号，儿童科学营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取消。8月7号开始，伫教育馆2楼办理退费。宣告曙光部举办国内短宣茂林场促销实体短宣，改做8月21号拜六暗时双林线上联合聚会。台湾新学院信道新学系课程有伫个本会教育馆开课，报名请伫个8月20号进前问办公室，本会会友有优待。树林教会甲马远教会青少年团契伫8月7号、8月14号拜六暗时7点举办网络联合聚会，欢迎青少年团契踊跃参与。少年团契8月份月例会延期到8月16号早起9点半举行。以下是聚会内容，请兄弟姊妹挂好口罩参加。花父子姊妹伫8月4号安歇主怀，定伫个8月18号礼拜三早起9点半，伫第2殡仪馆举行入殓火化礼拜。8月21号拜六早起10点，伫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求主安慰家属。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有3项事伫遮补充来报告。头一项，今仔日是爱家团契纪念主日，请咱继续为着爱家团契来代祷甲奉献。第2项，今仔日也是父亲节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聚会人数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年的父亲节，咱就无赠送礼物，请这个做老爸的会当多多包涵。第3项，等下祝祷散会的时，咱头前这3排，我倒边甲正边，咱对这个两边门出去。第3排以后的人，咱请对大门出去。以上3项补充报告。带接公道，咱请牧师。会当今仔日三甲聚会，也咱的确有真侪要往主来恳求的。特别咱有一项迄个提醒，就是今仔日下晡2点，咱踮伫个礼拜堂遮有举行华府主祭安息的家庭礼拜。华府主祭伫个礼拜3安息，因为即个时阵咱若做家庭礼拜出去厝的客厅较无方便，因住伫新北投遐。所以嘉荣执事，我咧甲伊讲，这家庭礼拜的时阵，讲啊无是毋是会当用教会，我讲会用的吼，咱过去常常有即款情形。所以华府主祭，日牧启化甲个别礼拜是18/21，毋过家庭安慰礼拜是今仔日下晡2点，就踮的
教会这个所在吼。所以即时，请咱起立，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为了咱所要摆的祈祷，包括咱个人、家庭、事业、信仰，你的事业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请来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这个时刻三甲出现，献上感谢，恳求主因法保守，互阮会当较深来经历你主啊，虽然大罪犯，也不理这个罪恶，还将一切仰望到你。万观音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虽然大水泛滥，虽然疫情大祸，也不愿在主上帝你坐着做王，你掌管这一切，你互万项事三甲来，阮需要圣神帮助阮，有这款清楚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主你。感谢你今仔日，互阮各会当到伫你的厝来甲圣殿三甲敬拜。主啊，阮感谢，阮也要继续将所领受的，伫阮倒转去的路中间，经验主上帝你不时的引带甲保守。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主你互阮身体健康，亲像阮灵魂勇健共款。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恳求主你会当成做阮的厝一家之主。阮的手所做工作、事业、囡仔的功课，有主上帝你所赏赐的智慧，通互阮所做的事，毋是满足家己的需要，是诚做水的见证，互人看到阮是上帝你的囝儿。恳求你的主爱，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上行的诗歌，圣诗525首，愿为万民求主照顾。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。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听透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正大家三甲彼得，对即时直到主国来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早起的敬拜到这结束。
爱家团契服侍同工，请到台前这边来哈。爱家团契服侍同工，请到台前这边来哈。爱家团契。